自2025年9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全然败坏，彻底毁灭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22章第1节到3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2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严严审判即个流人的血的城，着互伊清楚知家己所做一切可恶的事。你着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有杀害真侪人的性命，搁拜偶像帕拉山家己，你受刑罚的时到啦。你犯杀人的罪，搁互家己做的偶像帕拉山，你的时日到啦，你的岁数满啦。所以我要互你受列国凌辱，受万族讥笑。你这个混乱搁臭名满天的城，无论是远还是近的国家，拢要讥笑你。你看，以色列的首领滥用权力，杀害人民。恁有人忤逆父母，欺压囝囝的，歹款待孤儿寡妇。恁藐视我的圣所，无守安息日。恁有人造谣害死人，有人食山顶神庙的祭物，行淫乱。恁有人甲老爸的某有性关系，甲敬义中的妇人人做伙困。有人甲别人的某私通，有人行淫乱，侮辱新妇。有人甲共爸的姊妹拍拉山。恁有人摕钱刣人，有人毋若借人钱摕利息，搁放重利。有人剥削厝边趁不义之财。恁已经甲我袂记得啊！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因为恁摕不义之财，甲犯杀人的罪，我受气转倒啊！当我刑罚恁的时，恁减记载会条，恁的手减还有气力。我上主安尼讲，一定安尼做。我要甲你的子民赶散去列国，四散伫列邦。我要消除你的污秽。恁要受列国侮辱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我看以色列人是一堆坐带，因亲像提炼云剩落来的铜、铁、锡、盐的坐带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因为恁诚做无路用的坐带，我要甲恁组织伫耶路撒冷，亲像人收集银、铜、铁、锡、盐伫大火炉提炼。我要伫我的大受气中，甲恁组织伫即个城内烧羊。我一定要组织恁，用我大受气的焰火甲恁烧。恁要伫火中烧羊。银安怎伫提炼的火炉内面扬起？恁嘛要安尼伫耶路撒冷城内烧羊。安尼恁就知我上主向恁摒大受气啦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恁的土地是无清气的地，所以伫我大受气刑罚恁的时，无要落雨互恁。因的先知计谋歹事，亲像远口会使拆你拿物，因杀害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互真侪妇女诚侪寡妇。这是歪曲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。因无分别什么是神圣甲无神圣的物，嘛无教人分辨什么是清气还是无清气的物，搁轻视我的安息日，结果我伫因中间受亵渎。因的领袖亲像豺狼，掠物，
拆利因，因为着要得到不义之财，害人处人的性命。先知甲遐领袖暗砍罪恶，亲像人用白火抹壁。因看的异象是假的，讲的有言是白贼。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其实我上主并无甲因讲甚物。住伫遮的人民，惯是压制人，抢夺人的物件，欺负散车困苦的人，剥削寄居的人，拢无照公道。我伫因中间得找，看是毋是有人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家修建城墙，徛伫城墙破缺的所在，互我袂甲即个国家毁灭。毋过找拢无，所以我对因摒着我的愤怒，我的大受气要亲像火甲因烧，我要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全然败坏，彻底毁灭。上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伫西奈山赐律法，搁甲因立约。上主期待以色列人来到应允之地了后，会当诚侪圣洁的国民和祭司的国度，互伊的名伫普世得到尊荣。这是上主竞选、拯救和呼召以色列人的目的。总是以色列人的生活却无法度甲受呼召的目的相称，上主不得不出手管教。受了到巴比伦的先知以西结，反省为甚物国家会败亡？伊看到的是以色列对顶面到下面，所有人拢全然败坏。上主对以西结讲话，指控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凶手、杀害同胞、拜偶像、玷污家己的城市，当因扭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也伤害着人甲人的关系。上主透过先知以西结的喙，向以色列宣告审判。先知直指因的罪，达官显要、滥权杀害、诬告、欺诈外侨、压迫孤儿寡妇、有钱人放高利贷、发不义之财、人民毋遵守安息日、无孝敬父母、白贼、性关系混乱。以西结特别指控以色列领袖的罪行，祭司违反律法，圣俗不分，洁净甲无洁净混杂。先知无传达上主的话，未善尽督导职责，反倒用白贼话幻想为人民掩饰罪恶。官员无诚做好牧者，反倒变成豺狼，拆喙拿物，吞食人民。上主为以色列人伫应允之地所设立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，全部陷入罪中，整个城市成做罪恶之城。因为安尼，上主要出拳打击因的不义之财，追讨因的血债，甲因驱赶到各国，遭受列国羞辱，终止因邪恶的行为。上主要甲这阵废物用怒火烧扬，伊的怒火要烧尽因一切不义的作为。身为上主的选民，以色列本应照伊的旨意而行，因却背道而驰。因为安尼，面对耶路撒冷的背叛和虚假，上主毫不手软，用公义审判。伫历史的演进中，咱看见一个事实：无永存的帝国，搁较强的国家，也爱臣服伫上主的审判下面。今仔日台湾的处境险恶，面对用独裁主义控制人民、妄想称霸世界的中国，
咱应该徛踮上主公义的这一边，因为上主的审判将会来临。既若是敌对上主的骄傲之国，将被倾倒。今日用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是毋是也陷入骄傲附假的危机呢？所传的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十字架真理，也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成功神学呢？假使教会只标榜追求个人功成名就、辉煌腾达，佮无视上帝国的存在，当教会坠落腐败时，上帝也必然管教。默想，我伫教会参与各项事工，是为着荣耀上帝的名，也是为着获得别人肯定、追求个人的声望。我伫教会参与各项事工，是为着荣耀上帝的名，也是为着获得别人肯定、追求个人的声望。咱来祈祷，无所不知的主上帝，你是监察人心的神。人的附假作为，检察会当暗看人的耳目，却无法度逃过你的眼目。恳求你帮助我查验家己的心，互我无受虚名迷惑，会当全然归你。所做一切，只为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